拢是属伫你的名下。我深知你是满有怜悯甲慈爱的心，由你引带阮的脚步，互阮的心常常甲你相连，无偏离你的道。愿你的名伫阮中间得到荣耀，阮会当合适你的谦卑甲爱，奉主耶稣。喂。
各位兄弟，大家平安。这是来串联今仔日要吟的圣诗歌。首先，咱来看第一首120首圣诗120首，救主出声叫我，救主出声叫我。咱现场做伙来练习，咱来吟第1节甲第3节。圣诗，咱来看348首，我踮伫主的疼痛。348首，我踮伫主的疼痛。咱来吟第1节就好。这一首有2个地方有播音字，在第1节的第2谱表。第2谱表讲，这款信口真稳当，伫遮永远不变。这个不在这里我们读成不变，但是到第3谱表呢，世事细微风影大，决心超凡袂定。这个不就要念成袂定，然后再往下看。第2节的歌词，目睭永远袂雾。好，这边的不都。我们要唱成袂好，然后只有第2谱表那个底加永远不变，那个是读成不变。好，在这边说明一下。好，咱准备开始要今仔日的礼拜，咱将手机关机，迄只是关震动。
恁着感谢耶和华，求叫伊的名伫万百姓的中间保养伊所做，着伊吟诗，伊唱歌学乐，谈论伊一切奇妙的所行，着因为伊性命来夸口，找耶和华的人心内着欢喜。吟诗圣诗第120首，圣诗第120首，救主出声叫我，会众请起立。即时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通，罪的赦免，肉体的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会众请坐。启应交托启应文第27篇，启应文第27篇，这是对诗篇130篇来的。我来刻，请大家来印。耶和华啊，我对深恩求救你。主耶和华啊，你若求砍罪恶，
一水徛会牢。我听候耶和华，我的心神在听候。我的心神听候主，比手坚的人听候天光较切。以色列啊，你着仰望耶和华。伊的确救赎以色列。同心祈祷，亲爱的天父，你是公义的神，你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今仔日，阮来到你面前，向你祈求，恳求你，因为你的公义，将你的生气对阮的身躯除去。因为阮的罪，甲阮的祖先的过犯，互阮成做别人踢笑的对象。阮的上帝啊，现主时求你听阮的祈祷甲恳求，为着你家己的缘故，求你的光照伫你的圣所。阮的上帝啊，求你较耳听，开目睭看。阮伫你面前恳求，毋是因为阮的家己的义，是因为你的大怜悯。主啊，求你听阮的祈祷。主啊，求你赦免阮的罪犯。主啊，求你应允阮的恳求，因为即个城甲即个百姓，拢是属伫你的名下。阮深知你是满有怜悯甲慈爱的神，求你引带阮的骹步，互阮的心常常甲你相连，无偏离你的道。愿你的名伫阮中间得到荣耀，愿阮会当合适你的谦卑甲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乌鲁圣歌队所要乌鲁的诗歌是新木的圣诞歌。
讲读上帝的话。但以理书第9章16节到19节，但以理书第9章16节到19节，伫周报的后面嘛有今仔日的经文，咱做阵来看。主啊，求你照你的公义，无互你极大的受气，搁临到即个城，就是你的圣山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甲你的子民为着阮甲阮的祖先的罪过，受周围的人的凌辱。阮的上帝，今仔打求你拍落，听你仆人的祈祷恳求。主啊，求你因为你家己的缘故，看顾你荒废的圣所。我的上帝啊，求你拍轻空，听你仆人的祈祷。开你的目睭看，阮遐个拍远的土地，以及用你的名建立的城。阮你祈祷，毋是靠家己的好行为，是因为你丰富的慈悲怜悯。主啊，求你听；主啊，求你赦免；主啊，求你采取行动。我的上帝，求你为着你家己的缘故，毋通延迟。讲道芝梅牧师讲道的题目是“但以理的呼求”。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同心来祈祷，请来以马内利，请来踮伫阮心内，应阮的圣囝，请紧来。特别上帝，阮的心亲像摇篮，亲像蜡烛。总是阮相信，伫脚步中的苦痛有一日一定会过去。到迄日，阮的啼哭要变做吟诗，阮的目屎免变做活命的水泉。阮相信到迄日，黑暗暝得要过去，真光救赎要充满阮的心内。所以主，阮现在，主，阮要用快乐的目屎来迎接万王的王。恳求主你圣神运行伫阮中间，互阮今仔日借着但以理的呼求，阮的心会当得到安慰，阮的心会当得到开阔。愿咱的祈祷感谢靠主耶稣的名，阿门。我想顶礼拜有一个大欢喜的好消息，就是世界12强棒球赛，咱台湾拍赢日本得冠军的这项代志。其实所有关心意爱台湾棒球的人拢知影，咱想要赢过日本，实在是连想拢毋敢去想的代志。是安怎？因为根据过往的经验，亲像这种程度的国际性的比赛，台湾已经有30冬毋捌赢过日本。伫即种连咱家己人拢无信心的情形，遐个队员所会当做，就是莫互家己陷落伫迄种互人看衰的情形，也莫互过去的经验来束缚，就自信伫家己现在所会当做的代志。无偌久之前，咱才读过耶利米的册，大家若是还有印象。当时咱在看耶利米的祈祷的时阵，耶路撒冷城还未受到破坏，还有侪人伫圣殿在敬拜献祭。上帝大生气的杯，上帝的审判，还伫咧门外在等待。耶利米伫迄种看起来完全无盼望，总是又搁怀抱一丝丝的希望期待的时，伊恳求上帝将这个杯刷走。因为照过往的经验，以色列这个信仰团体因搁较失败，上帝最后也一定甲因拯救。所以耶利米就期待上帝当搁一次赏赐怜悯，互因收回伊的大生气，也就亲像耶稣在祈祷讲：“爸啊，你若愿意，求你将这个杯刷走。”咱对耶利米的册到伫即马但以理的册，旧约时代以色列所存
遐个淡薄通得到拯救的愿望，已经完全拢消无啊！上帝大生气的杯已经规个拼伫迄群背逆的以色列人的身上。上帝怜悯暂时退场，公义的上帝开始执行以色列民族所应当得到的刑罚，包括但以理在内的一群青年，全部拢受掠到伫巴比伦，成为次等公民，供人使唤。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经文16节、17节。16节、17节，咱做伙来读。主啊，求你照你的公义，无互你极大的受气，搁临到即个城，就是你的圣山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甲你的子民为着管的祖先的罪过，受周围的人忍辱。阮的上帝，但求你压落听你的仆人的祈祷恳求。主啊，求你因为你家己的缘故，看顾你荒废的圣所。经文记载伫但以理的册第9章，其实规个第9章规篇拢在讲但以理上帝的呼求。可能有人会想讲，已经受掠到巴比伦，已经几啊十年，即个时阵已经受掠到巴比伦几啊十年啊。这位但以理已经受掠到巴比伦几啊十年，也常常受到君王的看重的但以理，是安怎雄忽然安尼上帝来呼求？原来但以理伊对耶利米的册，伊有读到关系上帝论到耶路撒冷的预言。伊对迄本册顶面知影耶路撒冷会荒废70年。但以理伊掐指一算，70年，这个时间嘛，差不多得要到啊。问题是，即阵受掠的人，敢有愿意转去故乡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好，就算讲因要转去，因有愿意要转去重建圣殿，敢有可能会成功啊？但以理伊实在是有够烦恼，伊其实完全无啥物愿望。上帝子民，因为伊知上帝子民伫未来因所要面对的是一个接着一个不断兴起、国强国猛的国家。这个国家会用真残忍的方式来对付既若默许伫因的民族。这一切关系未来会发生的景况，伫无偌久之前已经真清楚出现伫但以理的梦中。但以理伊所梦见的遐个名梦有够真实，就亲像伊捌经历过。根据遮个经验，伊做梦的遮个经验，但以理完全无愿望的本钱啊！因为照过去的经验来看，伊梦到遮个，总是阁看到册顶面写讲耶路撒冷会荒废70年的时间得要到啦。总是伊现在伊用脚头舞想嘛知，上帝的子民一定无法度忍受迄种大背目的日子，所以但以理规个软去，规个拢无力去。伫迄当阵，伊所会当做的就是穿麻衫、散火夫、禁食、祈祷。我毋知影大家敢有经历迄种除了祈祷，啥物代志拢无法度做的情形。迄就是讲，咱可能心内想讲，祈祷可能也无效啊啦，祈祷可能也无效啊啦。现实来看，根本就无可能。耶稣毋是咱至好的朋友吗？这位至好的朋友，伫咱踮伫苦难的时，是走去倒位？咱是遮尔迫切的祈祷，上帝怜悯。减有为咱来保留。今仔是毋是开讲第一主日？但年教会这期对即条开始，伫2000多年前，无人会容忍一位负心人会要未结婚就怀孕，也无人会期待一个出世伫马祖的婴仔。搁较无人会关心一位伫宋乡目墙的厝里成长的囝儿。伫
伫迄当阵完全无人会期待即款的弥赛亚，但伫21世纪的大港节，咱又在期待基督会安怎搁再临呢？即位完全无受到期待的耶稣，就安尼通过在圣母玛利亚怀孕出世，进入一个和伊完全无相像，应该说跟他完全不相容的世界。遮尔污秽、黑暗、垃圾的世界，总是伊是遐尔啊性格，伊就安尼走入去，他就这样子闯进了人类的历史，介入我们的生活。问题是，当伊踮伫咱的心门外口，一直在拍门的时阵，伊一直在拍门的时阵，咱敢有愿意甲耶稣开一个门？敢有愿意接纳伊进入咱的内心？我说伫遮举一个例，世界12强冠军赛虽然已经过去一礼拜，迄个大欢喜的心情还未褪去，还有真侪人在关心。伫所有真侪人关心的中间有一篇文章在写关系到台湾之光王建民的一个文章。其中的内容是在讲王建民伫过去伊的成绩上好的时阵，他站在大联盟的投手丘上，最光辉荣耀的时刻，总是呢。无偌久，伊真无细力，他因为跑垒受伤。对迄点开始，伊就常常经历失败这项代志。当他站在大联盟的投球手上，他享受许多成功的掌声，他享受许多来自于他胜利胜投的样子的欢呼。但是从那时候开始，从他跌倒受伤的那时候开始，失败这2个字。失败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跟他永远一直都挥之不去。如果迄只是伊厝里的人是基督徒，我想我若是伊的朋友，我是基督徒嘛，我就替伊祈祷讲，上帝啊，恳求你吼，安尼互伊甲你医治恢复，吼，互伊安尼喘的遮尔辛苦，喘的中间，互伊倒搁。重返大联盟的投手丘，并且佫爱亲像正安尼摕到上好的成绩，安尼才会当为主做干净。大家有同意无？有吼，我想大部分的基督徒拢同意做即款的祈祷。总是有继续关心王建民的人拢知影，伊为着要重新踮伫大联盟投手丘的过程。伊付出偌大的代价，这实在毋是莫讲一般人，就是一寡勇士吼，真勇，遐个体育健将来看，拢是无法度通想象的。他整个复健、治疗，然后忍受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的迄个过程。虽然伊最后伊捌重新搁踮伫大联盟的投手丘，总是伊已经毋是过去迄个一直互打击者头痛的王建民，他已经不是过去那个让打者头痛的王建民。无偌久，就敢若无阁有伊的消息。如果伊迄只是伊厝里的人是基督徒，无需阁来强调这点。我想伫因的心中一定有真侪想拢无的代志。上帝到底是在搬倒一出？是安怎，互伊徛伫关山顶，佮陷落伫遐尼深的深渊？是安怎，上帝无听因的祈祷，无听咱的祈祷？是安怎，上帝无因为王建民所做遐尼侪努力，伊哪会无照王建民甲所有台湾人所意爱的迄个计划来成就呢？结果咱会发现，咱的祈祷也常常亲像安尼。咱咧祈祷，有时啊不过是咱自我安慰，咱的心中早就有打算啊。其实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在祷告之前，我们的心里的剧本都已经写好了。咱根本就无想要去思考其他的可能性。
耶稣踮伫门外，一直在弄门，一直在甲人敲门。咱就亲像开了勿扰模式哦。咱知影迄落即马手机有勿扰模式，大家知毋知？少年人拢知吼，看他你就勿扰模式一开哦，什么电话讯息通通不会响哦，通通不会响哦。好，啊，还有一种降噪耳机，那耳机一戴下去吼，啥物声拢无听到。所以吼，咱有时啊和少年人在拍招呼的时阵，咱莫想讲，啊，迄少年人那拢无礼貌啊！我甲伊叫吼，伊拢无甲我回。他戴了降噪耳机，或者是敲电话拢唔接，吼，讯息足着急的拢唔接，因为他开了勿扰模式。有时啊，咱在祈祷也亲像安尼，我们的心已经关起来了。我们就开了勿扰模式，我们也戴上了降噪耳机，咱根本就无打算去开门，互耶稣进入咱的心。当然咱也无法度听到伊的建议。咱即个圣性的殿，咱即个圣殿所存的，咱即个趴远的圣殿所存的，只有家己，只有自尊，无真理。当然就无法度行伫上帝所欢喜的道路。迄阵经历国家灭亡的以色列人就是安尼啊。所有的先知一直在甲因讲，一直在甲因呼吁，拢无听。但以理拢看在眼内，有的人一定着爱等到无法度挽回的时，才会完全来明白。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但以理伫即个看到，敢若有愿望，因为圣殿拍远70年已经得要到啊，这个时间得要到啊。总是伊又阁无法度有啥物期待的即个时阵，伊除了祈祷好求，实在毋知阁会当做啥物。咱继续来看18节甲19节，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经文18节到19节，咱做伙来读。我的上帝啊，求你暗耳孔听你仆人的祈祷，开你的目睭看阮遐的趴远的土地，以及用你的名建立的城。阮向你祈祷，毋是靠家己的好行为，是因为你丰富的慈悲怜悯。主啊，求你听；主啊，求你赦免；主啊，求你采取行动。我的上帝，求你为着你家己的缘故，毋通言前。面对上帝审判，咱所会当做，毋是替家己辩解，也毋是牵拖别人，就是认罪悔改拿定。咱看，无论是耶利米还是但以理，因实在是真无辜呢。像你要忠心的仆人，他们也算是很无辜的。安尼受拖磨，总是因袂一直抵伊家己心内的感受，因袂一直在想讲，恁看拢是恁啦，早就甲恁讲啊，恁就无在听。结果现在你看安尼生，结果害我嘛，安尼陷入伫一个真无好势的环境，袂，因袂捌埋怨上帝对因无公平。伫迄时，因就知影一个信仰团体是同一个身躯，无法度分开来看。就算讲有人会当做到独善其身，也着荣辱与共，概括承受。在这个时候，他们就知道，在信仰群体里面，没有说可以分开来看的。我们都是荣辱与共、概括承受的肢体。摩西是安尼，耶利米是安尼，但以理也是安尼。可能是但以理所掠掉的是上帝应允，毋是一直受过去的经验来束缚。所以当伊在呼求的时阵，当伊在祈祷的时阵，伊有拍开伊的心门。上帝刚照入你的内心，伊有看到上帝的阳光，看到上帝的怜悯，伊确实知影上帝伫公义审判了后会搁一次赏赐怜悯。
但以理相信上帝灵敏要为伊的囝儿来保留，因为上帝也袂违背家己所立的约定，上帝袂违背家己应当爱得到的荣光。但以理相信上帝公义的审判，毋是为着要互咱得到报应，毋是要为着互咱对伊的身躯边来离开，搁较毋是为着要互咱伫即个世间受到残忍的吞噬。伊相信上帝，咱的上帝绝对毋是安尼。上帝公义的审判是要互咱会当我靠伊搁较亲嘛。上帝公义的审判是为着要互咱会当搁较深来信靠伊，借着即款的信靠，咱会当勇敢搬过过往毋好的经验，勇敢放手交托，也袂搁质疑家己心中的计划甲拍算。咱多多欢喜，顺探上帝的旨意得成。兄弟姊妹，即使上帝安排甲咱的计划无共款的时阵，咱竟有确实备办好要将一切来交托。咱敢有愿意甲耶稣开一个门咧，邀请耶稣进入咱的心中？千万毋通一直将家己的心关起来，毋通一直出在家己陷落伫哪会安尼的深坑，毋通一直将耶稣挡伫门骹口。上帝灵敏悠远为咱伫保留，耶稣一直踮伫门外伫拍门，伊借着诗歌伫拍门，伊借着上帝话伫拍门，借着信心的团体来拍门。有可能耶稣伫拍门的时阵，毋是咱已经准备好的时，总是一直是咱上需要伊的时。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是侪信仰团体跋落伫旱坑大八目的心声。人原本就是真有限，人就是人，无法度亲像上帝深知一切的奥秘。只要是人，就一定有属伫人的限制。伫咱人的限制，咱所会当做的，就是伫基督中降服，承认家己的有限，仰望上帝灵敏。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相信王建民也捌安尼想过。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有一寡人伫因痛悔埋怨的中间，已经借着上帝灵敏对深恩爬出来。王建民就是安尼，伊愿意顺服上帝伫伊人生的安排，但伊因为过去迄几年一摆搁一摆的失败，一摆搁一摆，敢若有希望搁失落愿望，一摆搁一摆的失败，才会当成就台湾棒球会当伫30年以后的现在，搁一次拍赢日本。这个胜利永远袂互人袂记住，这就是上帝的计划。兄弟姊妹，有时咱会想讲，成功、胜利、圆满，才是上帝的计划。总是上帝的时间，毋是咱人咱这个有限的人会当想象的。上帝的计划，上帝的道路，永远搬过咱人所想象会到的。所以，伫迄个过程的中间，咱人免不了会有后悔的时阵，免不了会向上帝抗议伊的安排的时阵，这拢真正常，也是真理所当然。上帝也知影，上帝知影，上帝是上帝，咱人不过就是人啦，咱人毋是上帝啦。毋过咱毋通，所以咱毋通久长将家己的心门关起来。咱着精神起来去开门啊！邀请耶稣进入咱的心。当耶稣入来的时阵，伊一定会问咱一句话，亲像伊问彼得。伊捌问彼得讲：“
你有听我吗？兄弟姊妹，你的心门若是即马是关起来的，耶稣在弄门的时阵，咱就去开门，然后耶稣会甲你问讲：你有听我吗？你有听我吗？你有听我吗？相信咱所有人也会亲像彼得安尼，主啊，你深知我有听你。主的救赎绝对袂延前，上帝的怜悯永远为咱在保留，亲像上帝的怜悯一直在为彼得在保留。当耶稣进入彼得的内心，彼得的灵魂随时就精英。通为主做干净，为主做干净是伫彼得上失败，伊感觉是家己上失败、上落魄的时阵，总是伫迄当阵，当伊邀请耶稣进入伊内心的时阵，伊就有气力会当继续为主做干净。打伫抬杠节的第一主日，咱着备办好家己的心。拍开咱的心门，迎接耶稣，互耶稣的听，互主的灵敏，赶紧进入咱的心中。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感谢基督的救赎，互阮即个原本不配的人，会当定定踮伫主你的疼头。愿阮所挖苦的，无过是人的经验。无过是家己的自尊，无过是家己所安排好势的计划，独独咱所挖苦的是主的灵敏甲恩惠。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回应诗圣诗348首，圣诗348首，我踮伫主的疼头，会众请起立。
请坐。奉献，请书献的同工服侍。请起立唱奉献诗。请坐。公道事项，教会异象，成全正圣道，万民该祭司。第一项，愿听阮救赎阮的主，伫你的公义得到满足的时，怜悯赦免阮，扶持引带阮行伊的路。第二项，为着基体。陈德明、陈丽水、赖清光、汪林敬秀、谢丽慧、胡艺梅、林文成、陈秀荣、许章美、黄世琪、林以诺、李碧莲、杜昭、李雅娜、陈怡君、杨志坚、简荣志、沈淑慧、汪倩如以及顾吴文崇遗族。第三项，为着圣诞节期的各项有备为正信徒伫无闲的事工进行的过程中，会当心意更新。咱开声来祈祷。亲爱的天父，阮感谢你，赐阮有建成教会即个属灵的家。伫即个时阵，阮特别为身体欠安的肢体，你祈祷，
求你施行大能的医治，互因恢复健康，得到你的安慰甲平安。求你赐予医护人员甲照顾的人智慧甲爱心，互因会当好好照顾阮的兄弟姊妹。主啊，圣诞节得要来啊！愿求你祝福教会的备办工作，愿阮每一个人拢会当伫即个特别的季节中纪念你的降生，佮将你的爱传予阮的亲人、朋友、社区。求你赐下智慧甲能力，予教会的领袖，予因会当安排好逐项活动，予每一个参与的人拢会当感受你的听痛甲恩典。此外，我嘛为明年的事工计划你祈祷，求你引带阮，予阮会当伫逐项事工中遵探你的旨意，荣耀你的名。求你赐予阮有清楚的意向甲方向，予阮会当有效推动逐项事工，造就兄弟姊妹，拓展你的国度。即时，咱做阵用主的祈祷文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今仔日，予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去试，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报告：下周圣港事奉团契聚会，请大家注意。教会消息：本主日是待港第一主日，有常年团契代表踮第一支顶象征期待希望的蜡烛，记纳上帝圣家子民，着敬请听候基督国再来。第二，2025年第一季各团契的活动甲服饰安排，请伫个12月15号以前提交干事来回正。第三，圣诞节活动，12月15号礼拜日下晡4点到5点半，社区报佳音。即摆报佳音的对象是要走访伫中山区、大同区银发族的好厝边的家庭，要邀请咱会友拢做阵来参加。要参加的会友，请伫个柜台来登记。12月22号上午9点半，圣诞乌鲁礼拜。即个乌鲁礼拜是要学童的礼拜，嘛要举行圣礼典。若有要受洗的兄弟姊妹，请牧师来报名。下晡2点半是有各团契甲社区联合来庆祝圣诞的活动，请大家邀请福音的朋友来参加。下晡5点半，要伫个咱每一年拢伫遐的马来亚餐厅举办圣诞爱宴甲摸彩。然后即个这嘛是爱报名登记。那因为咱的名有限制，所以请咱的会众爱较紧来登记。那登记以后呢，要向干事来纳钱。那即摆是每一个人是400块，那也是还袂读国小，但是你要占位的一个人是200块。那即马开始就是会当甲伫个1楼登记。那阁有就是即个活动内面中，咱要有摸彩，所以欢迎兄弟姊妹提供全新的摸彩礼物，也是礼金来同乐。第四，教会要台顶圣诞歌，这有两种，一种是
一种是综合口味，一盒内面有足侪粒的，然后这是一盒35箍。第二个是传统的圣诞糕，迄每一是4角盒仔，每一个盒仔都是一个口味，有3个口味，一盒20箍。若要订的会友，请伫柜台甲干事登记，登记是到今仔日为止就结束。具体消息，吴文忠长老伫11月27号安息主怀，享年91岁。12月7号拜六上午9点，伫个第2殡仪馆要举办入殓甲火化。下晡1点半，伫建成教会举办告别礼拜。了后要安葬伫桃园南坎5甲木园。要参加入殓火化告别安葬的会友，请伫柜台登记，愿主安慰遗嘱。所以今仔日有4项的物件拢爱登记。第一个就是要参加报佳音，第二个就是要参加圣诞爱宴，然后第三个是圣诞歌要登记的，第4就是吴文忠长老的安息礼拜。奉献的名册，若有错误闹交，请干事甲财务同工来反映。上营圣诗509首，圣诗509首，乌老天白万福本源，请会众起立。愿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扶持、安慰、甲感动，甲恁众人三甲地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请坐。要倒避讳。